意外的考古发现，开始了一个古老王朝和文明的探寻之旅。它就是青藏高原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古象雄王朝。一个文明鼎盛的王朝，为何一时之间灰飞烟灭，只剩下如今这些斑驳的遗迹和黄土？它与今天的西藏文明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期藏地密码带您走进古象雄王朝，探寻一段逝去的文明。热烈祝贺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祝福西藏，西藏繁荣昌盛，未来更美好。我爱西藏，我爱祖国。扎西德勒，祝福西藏，巴西德勒。世界无奇不有，神秘无处不在。欢迎来到藏地密码。大家好，我是蒋兵。我们的节目呢，曾经播出过古格王朝。但是据我所知，很多人听说过西藏阿里地区的古格王朝，但是呢，大家对于另一个比古格王朝更古老、同样伟大的王朝呢，却知之甚少。这个王朝呢，就是古象雄王朝。象雄王朝是西藏曾经辉煌的一段历史。历史研究者们呢，常常把象雄王国和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意大利的庞贝古城相提并论。这三者惊人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是在文明鼎盛时期突然遭到了灭顶之灾。不同的是呢，玛雅文明留下了大量的金字塔，可以去探寻研究。庞贝呢，因为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被淹没，繁华的小城呢，一夜之间被凝固成火化石，一切都如当初的样子。而象雄王国呢，却灰飞烟灭，当日繁华的消失殆尽，只留下了一些斑驳的遗迹和大片的黄土，成为了一道令人遐想连篇的谜语。据考古学研究和史籍记载，古象雄在公元前10世纪就已经在青藏高原上崛起。这是一个通过部落联盟建立起来的王朝，也是西藏传统宗教本教的发源地。悠悠历史长河中，古象雄的藏族先民们在象泉河、狮泉河、孔雀河流域繁衍生息。古代史料记载，大洋童东接吐蕃，西接小洋童，北至于田，东西千里，胜兵8、9万，变法占求，畜牧为业。这个记载中的大洋童国指的就是古象雄。这意味着象雄曾经是一个横跨东亚和南亚大陆的大国。那么象雄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王朝呢？它是如何消失的呢？今天让我带你一起去追随古象雄王朝的历史遗迹，揭开古象雄王朝的神秘面纱。好，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专家，中央民族大学财让泰。本期连线嘉宾财让泰，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象雄文化和本教历史，参与保护和弘扬象雄文化10多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阿扎希拉华清。本期连线嘉宾阿扎希拉华钦，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学博士，象雄文化发展协会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象雄文化，参与保护研究象雄文化15年。象雄文化发展协会秘书长熊噶玛坚岑。本期连线嘉宾熊噶玛坚岑，象雄文化发展协会秘书长，研究象雄文化15年，并多年致力于象雄文化的保护工作。好，下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古象雄王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一些考古工作者们在西藏象泉河、狮泉河流域就相继发现了一批考古遗迹，其中包括石丘墓、烈石遗迹、石棺葬、岩画等。考古工作者们在这个名叫阿垄沟的地方进行了细致考察，初步认定这里为古象雄遗址。考古工作者们综合分析了石刻上的岩画以及岩画上人物服饰等等特点，并且呢对石丘墓中的遗物进行了年代分析，
得出了初步结果，这些考古遗迹呢，应属于古象雄王朝时期。为什么专家就认定这里曾经就是古象雄王朝时期的遗址呢？为什么把它们叫做古象雄的遗址呢？就是因为它们这些都是非常明显，这是吐蕃王朝之前的东西。吐蕃王朝之前的东西就是象雄的，这是肯定了。完了以后呢，这些东西都明确的分布在古代象雄这个地理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就认定它为象雄的东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这里面的很多遗址啊，比如说中象雄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遗址，外象雄的重要遗址和那个里象雄的重要遗址，都是文献里面有记载的，很清楚的。在阿里的其他地区，考古学家们又有了一些惊人的发现，其中有一座大的土丘，就是传说中的象雄最后一个都城穹窿。据考证，遗址应该是唐朝时期的。水是人生存的根本，在穹窿遗址的顶部，大概1公里平方的面积，考古学家们还看到一个疑似水塘的大坑。在一面土坡上有一些干枯的木柱桩，间距有一定的规律，相信这个土坡应该是一面墙，或是当初城堡的外围建筑。还有一些石头砌成的台阶，还保存的依旧完好。可是当初的古象雄又是如何在这片废墟上消失的，成了考古学家们继续探寻的秘密。通过陆陆续续的一些考古挖掘工作，我们似乎能够看到这个古老象雄文明的冰山一角。长期以来，广袤的阿里草原被认为是象雄文化的发祥地。象雄人笃信本教，重鬼神，习捕巫，忌食野马肉。本教的巫师在当时的象雄国内是很有威望和地位的，从婚丧嫁娶到军事国事，都由本教巫师来定夺。本教的创始人东巴辛绕创制了象雄文，从此开启了象雄的文明起源。如今在这里，我们找寻到了一尊象雄时期的佛像，这尊佛像就显示出当时象雄的铜像制作工艺水平非常高超。最突出的工艺是眼睛内部镶嵌银子，而嘴唇部分是用红铜铸造的，全身上下没有一丝接缝。当时的医学也甚是发达，如今藏医许多药名，如橄榄、苦参等词汇，都是源自于象雄。在考古中，还发现了许多象雄时期用红色矿物质颜料绘制的岩画，这无疑也反映了当时象雄的岩画艺术也是较为发达的。这么说来，在很久以前，象雄王朝的手工业、医学、宗教等等都是非常的发达。那么灿烂鼎盛的古象雄王朝是如何兴起的呢？在青藏高原上，象雄王国的兴起是在现在的学术界来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个谜团，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资料。但是现在看来，从初步来，目前我们能掌握的资料来看，象雄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象雄王朝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的。就说在青藏高原的西部，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个象雄王朝，但是象雄王朝本身呢内部又分很多个小王朝。这个在后来的历史文献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有一个叫做象雄18王国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整体18王国组成了古代象雄王朝的这么一个东西，并且这个18个王国啊，它形成的时间前后顺序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同一个地方它连续在同一个地方有所发展，并且有些地方这18个王国各个地方又不一样，并且互不同属。比如说有些东西，像一些象雄王国18王国当中的有些王国呢，在今天的冈底斯山周边，
并且发展很长时间。还有一些比较靠南的，像今天的拉达克，也是象雄18王国之一。古象雄王国的这个信件的开始记载是作为这个雍中本教经文的这个经典里边有这个记载。古象雄王国的第一王是赤黑斯基薛尔金，提前有没有象雄王他提前有没有象雄王，这个现在没有明确记载。这个根据这个本教记载来说，他是第一位这个成为象雄的王子象雄王。那么这个本教呢，就是辛拉摩佛陀，他把这个创立了整个本教文化，然后也有提前这个象雄那个地方有各种宗教，那么叫真本掐本下本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宗教比较多一些。但是辛拉摩在象雄那个地方开始的成立了他自己的这个宗教以后，过去的这个原始宗教的性质改变了，成为雍中本波这个宗教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这个象雄文明的国家已经开始了。通过遗址的考古呢，我们对于象雄王朝有了一个具象的了解。拥有如此成熟灿烂文化的象雄王朝是如何在一时之间突然消失的？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人类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没有人类活动去破坏它的建筑和街道，修正它的文字和宗教，篡改它的壁画和艺术风格。它灭亡消失的原因众说纷纭，仍旧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有人说是战乱，有人说是天灾，还有人说呢是瘟疫。不要走开，让我继续为您解密古象雄王朝的消失之谜。曾经繁荣的象雄王朝为何神秘消失？是战乱还是无法抵挡的天灾？疆域宽广的象雄又是如何慢慢淡出历史舞台的呢？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探寻真相，寻找文明，藏地密码，古象雄王朝消失之谜正在播出。热烈祝贺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祝福西藏，西藏繁荣昌盛，未来更美好。我爱西藏，我爱祖国。扎西德勒，祝福西藏，巴西德勒。据《象雄年序》中说，象雄有一支99万人的军队。藏族人口史考略一文中说，根据军队的比例象雄的人口应该不低于1000万。这些数据说明当时的象雄是非常的繁荣，而且呢，据说交通相当发达，有几条著名的道路，比如南丝绸之路、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天珠之路等等等等。当时还先与吐蕃王朝与唐朝、尼泊尔、印度等等国家呢建立了外交关系。沧海桑田，在古象雄的废墟遗址里发现了以前的一些耕地和水渠，这能看出来当时的象雄农业是十分发达的。我调查时候发现有好多已经废墟了的那种田野的一些遗迹，这是肯定是灌溉的是1000年以前的事情，不是说后来的那种。而且它那山上那种水渠建的特别好，那种石头建的，底下是石头，边上石头，修的特别漂亮，说明它那个气候变化的。气候变化当然直接影响这个文化形象。纵观古象雄遗址，现在的象泉河已不是当年的象泉河，沙漠化程度十分严重。当年能养活10万之众的这块绿洲，今天已所剩无几，只剩下了一点土林和戈壁。难道真是气候和地貌形态的变化摧毁了当时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象雄吗？在古象雄时期的壁画上能够看出，当时的人们穿着的衣服呢很少，很凉快。这能推测得出当时的古象雄这里的天气是非常的温暖湿润的，很适合人类的居住。